你看生小孩可能比那个牙齿痛、抽神经还要痛，你看多辛苦啊！要知道孝道了，知道母恩的伟大，知道孝道啊！这影片呢，专辑，这影片是专辑。那如何快速找到这专辑的影片呢？那个要搜寻的关键字是前面加上井字号，贴到这个社群 YouTube 频道的社群发布以后，你看那个可以点按哦。你看跟它有关的，标签有那个孝道啦、生产啦、生小孩啦，那都会出来。快速找到全世界有上传这个影片的这个主题的影片的图示啊、标题啊。